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歡樂世界。今日我哋要講單勁爆到震嘅新聞，央視居然踢爆毒番薯流入全國。冇錯，你冇聽錯，就係我哋平日煮糖水焗嚟食嗰啲香甜番薯，竟然暗藏毒害。哇！一聽到呢個消息，真係嚇到個心離一離。全國咁多市場，咁多家庭，隨時中招，呢單嘢唔係講玩㗎。但唔使慌，我哋一齊來拆解件事，睇下點樣保障自己，同埋政府點樣出手救亡。呢單毒番薯事件其實源自央視最近嘅調查報道，揭發一啲來自內地農地嘅番薯，因為用咗過量或者違禁農藥，搞到含有害物質，跟住經唔合法渠道靜雞雞流入全國各地市場。源頭可能係一啲黑心農戶或經銷商，為咗賺多幾個錢，連基本嘅食品安全都唔理，真係離譜。央視一踢爆，即刻引起全國關注，大家嘅焦點都擺喺食安危機上。根據央視報道，呢批毒番薯主要來自某啲省份嘅農地，農民為咗提高產量或者防蟲，亂用農藥，令番薯殘留有害成分。之後，呢啲問題番薯被包裝成普通貨，透過批發市場同網上平台賣到全國多個省市，包括一啲大型超市同街市。報道仲拍到有消費者食咗之後肚痛不適，先至東窗事發。而家內地相關部門已經急腳介入，查封涉事貨源，追查流向，話要全面堵截。不過事件已經響起警鐘，全國唔少市民都開始擔心自己買到嘅番薯係咪安全。講到今次毒番薯事件，我哋最貼切嘅角度一定係食品安全監管呢個大題目。點解？因為食物係我哋每日必須嘅嘢，如果連入口嘅嘢都信唔過，咁生活仲有咩安全感？今次事件就好似一面鏡，照出我哋現行食安制度嘅強項同弱點。我哋一齊來深入睇睇。首先，事件點解會發生？好明顯，源頭出咗問題。一啲農戶或者商人為咗賺快錢，罔顧法規，用違禁農藥或者超標用藥，呢啲行為簡直係害人害己。但背後可能仲反映咗監管漏洞，例如農地源頭檢測係咪夠頻密，批發市場把關係咪夠嚴，網絡銷售嘅監管又跟唔跟得上？呢啲都係值得問嘅問題。不過我哋都要睇到，中國嘅食品安全法其實已經好完善，由生產到銷售都有規定。問題可能在於執行同埋地區之間嘅協調。好似今次毒番薯可以流到全國，就顯示跨區域監管仲有改善空間。跟住我哋要讚一讚政府嘅反應。央視一踢爆，相關部門即刻動起來，查封貨源，調查流向，仲話要嚴懲責任人。呢種快手反應顯示政府真係將市民健康擺第一位。你諗下，如果冇央視嘅監督同政府嘅果斷行動，呢啲毒番薯可能仲繼續流傳，後果不堪設想。所以我哋應該肯定政府嘅努力，但同時都要提議點樣可以做得更好。例如加強源頭監管，對農地同農戶做多啲突擊檢查，提升檢測技術，令有害物質無所遁形，同埋完善追溯系統，等出事時可以更快截流。另外，消費者教育都好重要，教大家點樣辨識安全食材，同埋舉報可疑產品。從消費者角度睇，今次事件真係敲響警鐘。我哋平時買餸可能只顧價錢同賣相，好少諗到背後嘅安全風險。但經過今次，大家應該要學精啲，例如買番薯時留意來源地有冇認證標籤，或者去信譽好嘅店鋪購買。如果發現問題，即刻舉報，唔好忍氣吞聲。畢竟食安係人人有責，政府做監管，我哋自己都要提高警惕。最後，從社會大局睇，今次事件其實係一個機會，等全社會重新重視食品安全。中國咁大，人口咁多，要管理好食安真係唔容易。但正因為咁，我哋更應該支持政府嘅工作，同時推動業界自律。媒體如央視嘅監督，亦發揮咗關鍵作用，等黑心行為無所遁形。我哋作為平民百姓，最想見到嘅就係一個安全可靠嘅食物環境。今次事件雖然令人擔心，但亦顯示制度有自我完善嘅能力。總括來講，今次毒番薯事件暴露咗問題，亦展現咗解決問題嘅決心。我哋應該以理性同冷靜嘅態度睇待政府嘅行動，並積極參與改善過程。食品安全無小事，只要大家齊心，一定可以築起更穩固嘅防線。好啦，講咗咁多，今日關於毒番薯事件嘅探討就到呢度。今次事件確實俾我哋上咗一課，食品安全唔可以掉以輕心，由源頭到餐桌，每一個環節都要把關。我哋見到政府嘅快速反應，值得肯定，但亦要持續關注後續跟進，確保同類事件唔再發生。作為市民，我哋要學識保護自己，同時對國家嘅監管制度保持信心。中國喺食品安全上嘅進步有目共睹，只要我哋同心協力，一定可以食得安心，活得健康。多謝大家收睇《歡樂世界》，
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、留言分享你嘅意見。下次再同大家探討更多社會熱話，再見。